开心，天天开心，天天笑甲规下晡。阮的笑亏是满仓库，剧情趣味是一步又一步，来又来又入来遮多，入来遮多。阿公带孙，爸带囝，翁带某，妹带兄。小鸟你大听，阿公啊伫遮坐，阿婆真歹势，阿公啊对阿婆搁洗一个目杯，阿婆才知是阿公啊看天天开心，暗爽在心内，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天又开心。今仔要跟咱谈论的就是酒驾、酒驾、酒驾。嘿，哦，啉酒搁驾车就对啦。不是啦，不是什么意思？听了好过嘞。酒醉驾驶。对。哎呦，那千万都唔通。对呀，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。对，不要一边开一边喝。我也不起来。是啊，所以酒驾吼是真恐怖。哎，自较早，早1、20年前哦，迄当时我还阁捌酒驾。哎呦！但自从有了，我就唔敢酒驾。因为法律教的太恐怖。太恐怖。有个吊销执照。对，那个点扣。哦，个点扣出来，个犯意个来调问，出来都个罚款，都个判刑。哎呦，就麻烦了。对啊。万不离哪个发生迄重大事故吼，真正是害着别人，搁害着家己。对，千万唔通。你像我即摆就真巧啊，我若去啉酒啉的吼，我拢叫伊哇。专门咧甲咱规家指定驾驶，指定驾驶，伊会甲咱替咱驶灯处理。哦，啊，但是这爱注意啦，有当时天光起来车若规猫啊，唔知要找谁偷。哇！啊，我会记得咱艺人就一个啊，就是安尼啊。到尾伊讲啊，都你唔对啊，你硬要讲我，你对啊呢。所以我顶摆吼，就差不多20万年前，我就啉一杯迄威士忌，去厝就晒出去，晒出去，等警察就甲咱抓来，啊你有啉酒吼？讲无啦，无啦。啊无啊，酒味啊重，我才啉一杯尔啦，真正一杯尔。哦哟，太高了。哦，太高。有就有啊，硬要钱无？你这人嘛就奇怪呢，卖啉啊。其实女生还好啦吼，跟咱男生交际应酬较济啦，查某囡仔去行酒驾去行招来较少啦。哎呦，我歹看诶。哦，迄个。真的吗？哦，我敢若泼妇骂街的，大面势。你用这4字甲用的要共款。好啦，其实吼，莫啉酒啦。我感觉吼，也是来看咱轻松又搁趣味的歌曲。是。好了，加载啦。迄载过无啥问题，影若无吼，然后3长2短吼，迄当阵吼代志就大条。拢来怪我有看手机，我代无钱咧讲话甲刺激，我咧日者吼咧上病。啊，你莫怪滚啊啦！但医生有讲啊，讲载过伊是吼有年岁啊，而且运动过量，而且佫少年某，我无休困啦，所以才会安尼，迄加休困就好啦。钱啊，你毋知发现着无？载过安尼人艰苦送去到病院，啊，毋过因迄个水某吼，拢无紧张呢。我嘛有注意到敢会迄果汁有问题？都是什么果汁？你毋是叫我讲注意载过因太太？所以我就看到载过因太太吼。摕果汁互载过啉啊？甲迄杯果汁有关系？咱嘛咧好呆，若有啥物问题，拄则去甲病院医生检查就知啊。你病院载过，家己讲伊倒也无爽快，医生就甲注射，也无验血，也无抽血，也无做大动的，要哪会知？我看吼，这赶紧吼，等下摕迄个果汁来化验，就知影。对。阿姑，迄你者吼，恁陪迄载过去病院，即摆要紧无？无要紧啦，我著加载，无什么代志。
住病院啊。糖糖，啊你要去倒？哦，我甲朋友约好要去图书馆啦。哎呦，啊，阮棍仔无差要缀你去哦。伊毋敢吵啦，伊即马敢若烦恼迄宰个吼，还安尼刺激，毋知会出代志无？伊毋敢出门。佫会知通惊。糖糖，迄个放伫个桌仔顶吼，迄两杯果汁敢嘛伫？我早就倒掉，杯仔嘛洗清气啊。啊，慢一步。啥物意思啦？阿舅，你要啉果汁无？无我即马啊，会免，无要啉啦，无什么代志。你毋是甲朋友约伫个图书馆？啊，紧去啊，无人会等伤久。阿舅再见，丽丽姐再见。再见。谢谢你啊。呾咧，最后一个线索伊佫无好去啊。咱即摆是要安怎才好？继续来注意因太太一举一动，若有什么风吹草动，咱两个马上联络。OK。姐姐啊，姐姐，我敬爱的姐姐，小弟不才，无好好听你的话，即马才出着祸端。但是我是男子汉大丈夫，我敢做敢当，我愿意接受着法律的制裁。姐姐，我无伫你的身躯边，你家己爱照顾你家己。虽然讲哦，你目前是独身啊，无人要治，但是等顾到你的，你都得卡等。即摆无爱嫁不要紧，留咧起嫁，但是你都千万唔通嫁生啊！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姐姐，我无伫你的身躯边，你家己爱照顾你家己。虽然讲哦，你目前是独身啊，无人要治，但是等顾到你的，你都得卡等。即摆无爱嫁不要紧，留咧起嫁，但是你都千万唔通嫁生啊！生啊迄吼老，搁大箍，恁两个生出来囝变大箍呆。安尼互笑甲嘴啊利西西，笑甲肚脐下疏开，搁说来要安怎写这较歹听吼，有影真歹想呢。慢慢啊写啦，啊无你急啊。对啦，要写歹听话爱冷静，冷静才受，啊无啦青啊，哈哈哈！有，青啊，恁当时等来。有一段时间啊啦，是讲你写文章会搁写了袂歹，你继续写讲。棍仔，喂，安尼听你念一拖拖，无你是咧写啥？我咧写语言书。啊？迄才看即摆我刺激一个哦，你爸啊，我知影凶多吉少，伊若死哦，我后来爱赔命。我男子汉大丈夫已经做好准备要互关啊。有气面？安尼你即马就用去互关啊？这啊！你意思讲才看已经娶去啊？啊！我这世人的幸福拢互有去啊！啊！我歹命，我歹命。我若毋是带念讲你是阮小弟啊，我要塞只互你咧。就是因为你是阮小弟啦。我嘛足希望讲哦，你规矩哦，去互乖乖的啦，乖出较会较精光无啦。哎呀，丽啊，你莫讲啊啦，你甲听入心啊，而且甲生性甲头到尾放尿安尼，哪有可能会成功啦？无可能啦！啊？哟，我听你两个在讲的意思，敢若才哥无代志哦。哈哈，我都知哦。安尼我就无代志啊嘛。迄戆人戆福天公拆戆人，哈哈。我这份卫生书我毋做加写，无采我写啊。啊，这互你用。免客气，你家己写家己用。啊，不你用会着。好啊咧，我真失礼咧。你哦，迄头壳若毋较变巧咧吼，共我迄就成哦，早晚卫生书都搁写一遍。我警告你哦。即马哦，迄宰过来对病院转来吼，
你对伊讲话吼，就要较细腻咧，唔通搁去家刺激个回收去，知无？我知啦，我知伊身体较虚啦，我吼讲话袂搁较刺激啦，袂搁互伊气到互伊去大病院啦。哎呦，随甲我应知，如果讲安尼，规日都在讲好听话，讲好听话，会晓无啦？会啦，我袂甲我甲气死啦！莫生气，莫生气，恁本来个性你就知，你安尼个性，咱这款的个性要安怎？这若无控制吼，一定出代志的。哎，再个慢慢行，慢慢行。啊，较细腻的啦，哈，较细腻，较细腻。哎，啊，再个较细腻。啊，仔哥，仔哥，欢迎你转，欢迎你转。再个，啊，迄房间吼，我已经定心给你整理过，啊嘛有消毒，足清气，请你安心倒落来。有少年嘞，啊，搁你真加麻烦，歹势啊，这应该爱做，应该爱做。想在个啊，你敢要入去房间遐小休困一下啊？莫啦，有咧病倒几工啊咧，真好啦。好啦，那安尼你伫遮坐一下，啊，我起来去房间。会着啊，你慢慢在遮陪我，先等歇困不要紧。安尼嘛好啦，讲啊真忝。青啊，啊在个吼，啊麻烦你好啊甲照顾啦。会着啊，这哪能搁你交代啦？啊，仔哥吼，伫我遮吼，绝对袂搁再出什么问题啊。好，安麻烦你啦吼。哎，在个我先来走。这样个啊。哦哟，会长，姑啦，喂，拜托啊，你即摆咧看啥啦？嘿，我咧看内面迄个人有安怎无啊？你是讲在个哦？对啊，啊袂鬼哦。我甲你讲。啊，好啊，我知影，有人甲我警告过啊，叫我莫甲载挂去，去到大病院。你放心啦。知影就好啦。我讲吼，安尼无用规工哦，我要先等去休困啦。好啦，爱去一个。好啦。对。本来我还讲哦，你爱去一个。哦啦，知啦，我会记你啦，莫甲载挂去，去到互伊去大病院啦。哦，恁这人有够烦呢，迄共款的话一直烦，敢若唱片唱尖跳袂过，一直烦，下恁讲的人袂熟，我听较熟啊。等伊休困啦。知影就好啦，安尼规工哦，急行行啊。好啦，好，真正影哦。哎，过来。喂，姐。即摆怎？我看迄载挂吼，精神袂歹。讲话阁有元气。哦，啊那安尼哦，应该无代志啊，免烦恼啦。来。美丽在所啊，你好。在所啊，你好。你好。少年诶。喂。你袂歹哦。阮兜迄个老的讲话讲事哩，差一点仔就要互你气甲去见阎罗王啊！你咬。这小可代志啦，我伤势都毋捌输诶。我跟你讲啦，我是看了老岁人哦，身体太虚咧，无好加甲站两句啊吼，伊就好起来滴水啊啦。好，不要紧。继续加油。好，有你的加油，我就一定会认真打拼。Good job。好，你做你放心，我会加油，我油门吹真棒，家己甲对方互伊。动作敢真实的呢？迄人安尼讲话，你咧假恁听无呢了？啊，毋过听你讲话敢若正常。我插你，我即马吼有代志要处理，啊电话好知无？我知。哦。好。啥款？我哪有人欣赏我？真正捌会。奇怪嘞，我都明明行对遮来，我一年都不看人。哈哈，绝对是做迄个袂见情的代志，这我紧找着要来的。这边哦，伤慢啊。好啦，我知啦，我尽量，你莫催啦。啊，结果是决定啊未啦？也是要互伊死，安尼才会使得到一切。好啦，你先转去，等我消息。好啦。
你讲迄个查甫就是伊的囝兄？我是有安尼想啦，不过无证无据，咱也免我不敢讲。哦，你都没有在看电视哦。电视说哦，若有一个查某，有翁的查某，伫咧外口偷偷跟人约会，100%有代志。剧情就是通奸害夫。无毋对，迄个查甫手提迄个牛皮纸袋啊，内面一成底现金。这个查某囡仔呢，遮尔有气，竟然会这尔啊厉害，做啥物代志知过完全拢毋知。咱两个吼，袂用个搁再甜点，赶紧甲这个代志讲互知过听。要若无真正出代志，都袂赴啊！我赞成。啊，水。有啦。我含钱仔咧讲啥，你拢有听啊？无啦，我是干那头仔听者，尾仔听者，中午搁听者，但听无介清楚，麻烦恁两个搁讲较白。哎呦，煞毋知影。有一天我含钱啊，就看到迄知国因太太啊，含人咧用手机啊讲电话啊，阮就听到伊讲要互迄个人死，所以我含钱啊就咧摇啊，讲要互死迄个人一定是知国。这代志吼，我嘛有去甲注意，尤其因某，敢若无讲真关心知国呢。敢若意思，敢若讲知国愈早死，对伊讲起来愈好呢。哎呦，这尔恶质哦！所以拄则我毋只安尼偷偷啊甲对去，我就看到哦，伊甲查某咧约会啦。哈，哎呀，这个破撇啊你呀，这尔好打。什么叫好打啦？这对吼，好了高男女，一定是要谋财害的命。哎呦，安尼搁说咱面怎哈？定情。我咧想，咱一定爱想办法，袂用去互因达成目的，去害着知国。安尼真好，起码这个代志，群啊嘛已经知。好，足侪人知，愈侪人知吼，对知国愈有保护。对，我早就咧怀疑啊，是安怎这个查囡仔这尔水，这尔幼，这尔迷人，会去嫁知国迄个老狗，我就知一定有目的。对，嘿，咱一定要甲踢破伊的小鬼仔壳。好，来，好来，1、2、3，走！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今日咱天天又开心的俗语呢，是要甲恁讲死狗死担当，无米煮番薯汤。哎呦，什么意思？定听有人定听。哎呀，就表，但是有人知影意思无？就是我现在呢。应该知啦，大你讲，阮就知啦。哦，我来讲看卖吼，就是讲你吼，你向一个目标，你这样工作，你向一个目标，你甲做落去，你心头了后定，都甲做落去，唔免惊讲到时阵效果会安怎，效果安怎你家己承担当就好啊。哦，最后死狗死当。无米煮番薯汤，勇敢的向前行。对，无唔对。意思就是讲吼，咱较早足侪迄落做事人啊，凡说因兜无种米嘛，吼，拢敢若种番薯啊，无米通食的时阵，咱就煮番薯糊汤啊。对，阮兜就是安尼，怎样？阮兜厝里散食，拢番薯比饭较济啊。对啊，番薯尖啊。对啊，就是安尼，无米啊，无米通食，咱就煮番薯。啊，不过安尼我请教你吼，因为我有一个朋友甲我讲，伊想要做生意啦，但是生意袂做，伊就甲我讲吼，唐丽，我足烦恼，讲万一若了钱要安怎？哎呦，袂种做就是我敢会使甲讲一句？当然啦，会使啊，会使嘛吼，爱认真来做就好啊。但是你目标一定要正确，设定对。哎啊，你唔通讲啊目标无正确，你就去甲做啊，就离啦啦。嘿，了钱的嘛就做着啦。无人要做啦。嘿啦，就是像我安尼啦。哦，你了钱哦。啊，就进前人招讲哦，迄什么迄个按摩啦、调理啦，吼，啊，就4、5个朋友招招咧，啊，3个月话尔100几万都去。哎呦，安尼伊较衰啦。人我做按摩，即摆做得袂歹啊。我以前投资60万，回收30万转来啊。真的哦，哎呦，这高价咧啦。哦，啊，你有投资啥无？无。哦，好你加在。好你加在，因为我像伊应该是了解个。你哪里讲？你是看面相的。看面相。哎，我足欠的呢。没啦，伊这面相袂歹，这福相啊。福相啊。但台北人讲这戆面啊。
人我足乖，我真正自18岁出社会做工课做到今嘛，拢唔捌休困呢。安尼哦。系啊，伊高过不过一个面啊，换过。对，我倒过呢，哇，时间过了足久诶，唔，过了足紧的啦。安尼，选一个30分钟就过过去啊，要搁甲恁讲再会咯。对啊，咱若拄着啥物代志哦，爱想办法来解决。对所以讲，天天又开心，要奉劝大家拄着任何困难啊，伊唔免惊。是你无愿意，也是不得已，才会无缘来分开。四个秋天，风吹心寒冷，思念像雨落呀落，落袂停。中秋，搁再阮斗相情，为何爱恁的心对阮这无情？甘愿为爱牺牲，向天来证明，可惜真心亲像秋月藏天顶。怎样搁再掠伤心？只有拜托月娘替阮来求情。